日本的行動美術家沼手如太是來台灣環島表演，最近人佇咧南投，伊是希望講，互台灣囡仔會當欣賞到日本報之谷這款講故事的方式。拜二早起一部里有一場特別的演出，來自日本的木拉扎樂ဆောင်操作木諾西巴伊講故事給在地人聽。因為小時候都在那個漫畫跟動畫裡面看到這種卡米西巴伊，所以第一次看到真的演出很開心。然後也希望他接下來的旅行能順利，很有趣，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。一開始就是講日語，我看不懂，之後後面有翻譯，我就看得懂。想要表達說，朋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。然後還有你在找一個東西的時候，不要放棄，堅持下去。木諾西巴伊是一種用手工做的布，呈現故事劇場，結合現代和傳統日本街頭講唱藝術。日本木諾西巴伊表演家木馬拉樂ဆောင်，這擺來台灣進行3個月台日國際文化的交流。1月2前，對家人開始騎腳車環島，一路落南，望沿路表演，給幼稚園的囡仔來看。伊講有這個想法是因為疫情期間兩國互相幫助。伊嘛感謝規路甲伊幫贊的台灣人。畫布當中的中文是來到埔里，由朋友鬥相共加起來的，希望方便在地人理解故事的內容。言葉が分からなくてもみんな見てくれます。台灣で紙芝居を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くて。こ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きました。努馬拉樂ဆောင်講，伊一台灣的環島旅行，佫剩2個月，伊希望會當去佫較濟幼稚園來演出，刷落去會落南去台南高雄，嘛希望有興趣的幼稚園會當通伊聯絡，伊希望會當透過表演，把兩國的交情傳達出去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